永康区农会20号举办中秋降温迎团圆庆祝活动，内容丰富多元，包含农特产品展售、新兴美食推广、食农教育等，让民众会当实际体验并享受到在地食材美味甲价值。同时，农会也特别规划趣味活动，邀请民众热情参与，在活动游戏当中增进友谊，体现团圆的欢乐温馨。真久无农事小组这好朋友来联谊啦吼，啊，互因来遮参加一个手绘竞赛，啊，顺续吼，阮也推广一寡咱在地台南市遮各地农会的农产品吼，啊，互因试食者，啊，帮因推销安尼。中秋节是客家团圆的重要时刻，农会希望借由活动向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会员表达感谢，也透过活动推广在地农产品，让更多人看到农友辛劳栽种的成果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